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大甲妈回銮咯。第一场深夜来完成着安葬的仪式，也毋过出现着小小的意外。有一尊这个弥勒佛的神像，由信众传送入去庙事的过程当中，竟然是消失去。原来是信众心无好势，这个神像摔落涂骹。另外，这个妈祖的銮桥经过台中大甲光明路的时阵，有一搭不能打的头家有啉酒，企图要来软桥骹，互人甲阻止，真不满，竟然是甲伊的朋友三个人安尼摕着金炉桶，佮举塑胶椅啊去隔这个妈祖的銮桥，随着去互警察甲因绑起来咯。大甲妈銮桥伫音乐声当中，要对台中大甲市区登去到镇南宫的时，行伫光明路一间槟榔摊头前，雄雄有一群人冲去头前，干那要软桥骹，互銮桥的桥班人员佮有警察动来杀去边。不过，互杀去边的人开始呛声，佮有穿黄衫的查甫人摕金炉桶啊，其他的人摕塑胶椅啊等等的工具，等銮桥的人员发生冲突。看到这人愈来愈激动，要对銮桥冲，原本保护銮桥的警力隆重围起冲突的所在，甲相关人员铐起来，送登去警察局。某槟榔摊负责人酒后欲钻交底，遭教班人员制止，心生不满，执勤员警发现后立即制止，并将相关人等带回分局厘清。那后续我们将调阅相关影像扩大侦办。经调查，冲突的原因是槟榔摊姓高的业者啉酒了后，想要软桥骹，互桥班人员阻挡，敢若是因为安尼不满，才和朋友摕物件牵銮桥。总共掠到3个人，以群众相拍和妨害公务等等的罪嫌移送侦办。另外，除了这个冲突，还有弥勒佛的形象落落涂骹以外，信众双手举悬，接过几尊弥勒佛的形象传到庙内底，不过雄雄有人大声咧叫。弥勒佛的形象无接无好，落落涂骹，信众赶紧把形象压起来，和弥勒佛的形象会当继续传落。嘛为大家嘛邀请上尾的安葬仪式带来意外小插曲。我是喜顾亚外，你订阅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了吗？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。